全球豪宅天價又再刷新。依家只要你將29億港紙存入八達通，再用八達通就可以買入呢間位於 Chelsea 嘅 Providence House。事關呢度最近以超過2.7億英鎊天價賣出，正大約係29億港元，破咗全球單一私人住宅二手交易紀錄。名副其實嘅地上最貴，賣家係 Nick Candy， 即係 One High Park 背後嘅發展商，同時亦係英國 Reform UK 嘅大水喉 Nigel Farage 嘅金主。買家係極為低調嘅億萬富翁 Sunil， 又即係工黨嘅大金主。佢旗下嘅 Quadrature Capital 曾捐咗510萬英鎊俾工黨，成為工黨歷史上最大單一捐款。一個 Reform UK， 一個工黨，兩個政治光譜嘅極端，就喺呢單交易裏面握咗個手。果然有超能力係可以促使到大和解嘅。講翻呢間屋，佢被譽為倫敦市中心嘅世外桃源，喺寸金尺土嘅 Chelsea 區域，竟然擁有2英畝花園，面積僅次於 King Charles 嘅 Buckingham Palace。最驚人係佢挖咗個超大型嘅地底空間，令建築面積達到8萬平方英尺，據聞可以放入全歐洲唯一一個私人 IMAX 影院，仲有軍事等級嘅 Panic Room。當然呢一類 Ultra Prime 嘅豪宅多數都 off market。如果想再深入了解呢項指標成交背後嘅意義，即刻加入我哋 WhatsApp Community。